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刑事局掠到一个洗钱集团，以虚拟货币公司的名义洗黑钱，金额将近3亿，利润有5%到10%，警方搁继续的追查。今年5月有病人的家属申请巴士量表无通过，对医师起卡动手，中人团体甲医师建议放任家属移工的规定。台南市最近咧进行路口行动方案，也毋过有所在机车的大转区变甲真细格，有的甚至伫路中是真危险。新台市来看，刑事局掠到一个洗钱集团，这个集团是以虚拟货币公司的名义来洗黑钱，洗钱的金额将近有3亿，利润是有5%到10%。警方继续的追查，嘛要来了解，看敢阁有其他的受害者。满桌顶拢是名牌包，上贵限量的若配货至少爱200-300万，联名限量的公仔嘛爱20万起跳，拢是洗钱集团主嫌营帮诈骗集团洗钱的不法所得买。进去之后发现，把那个灯打开之后，整个全部都是精品包，就是看起来蛮奢华的。警方来到宜城洗钱主嫌的霸骗白种，房间规壁名牌包。刑事局南大中心日前查到虚拟货币商以公司名义演予诈骗集团洗黑钱，一档洗钱金额将近3亿。运用复杂加密技术，搭配虚拟货币钱包，将诈骗不法所得换成虚拟货币后，再转至诈骗集团电子钱包，掩护不法资金流向。诈骗集团自称是富华投信等投资平台，吸受害者装投资软体。目前统计有超过19个受害者汇款。诈骗集团则搁将这寡钱以大约5%到10%的抽成，交予洗钱集团洗钱。表面上是合法的货币的交易，那事实上也是想利用这些善意第三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规避我们。司法上面对他们进行了追诉跟查缉。警方表示，宜城主嫌下卡疑似阁有其他小型的洗钱团体，会专门清查甲主嫌合作的诈骗，也是洗钱团体，追查是毋是阁有更较侪受害者。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政府方面讲，一个做舞台灯光甲音响的厂商，摕10万块讹洗县政府文化局负责东元节活动的人员哦。另外，民政处举办的元旦升旗典礼甲其他活动，嘛互查到讲舞台灯光少有虚报的情况，厂商甲县政府员工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咯。廉政署人员19早起，今日要宜兰县政府执行搜查，要查县政府民政处甲文化局有活动承办人员涉嫌假冒效目，甚至有灯光舞台厂商对公务人员讹洗。那本案经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赖姓承办人及张姓厂商，他们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那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还有所犯最轻本行为5年以上之重罪，向法院来申请羁押。有一则事实是他，我们被告公务员这个部分拿了10万块，检察官的申请事实里面记载是这样。那另外其他的金额其实都不高，都只有几万块而已。这是宜兰县长林祖苗牵涉到土地贪渎案了后，县政府搁再因为贪渎案互人搜查，检验查出办理舞台灯光甲音响现场的厂商涉嫌讹洗县政府文化局负责东元节活动4赖约雇人员10万块。县政府民政处办理元旦升旗典礼，也甲建军活动，嘛互人查出舞台甲灯光有假冒效的问题，甚至诈领公款。减嘛外头10年啊，那个是。哎，就还了。3暝规暝拢袂困。4赖约雇人员的爸爸到庭反映关心囡仔案情，不过专案现场的厂商4赖约雇人员拢互法院依照违反贪污等罪嫌裁定羁押禁见。其他迄个时阵担任民政处4区的约雇人员、4任的人员、4院的区长，也甲4任的厂商，拢互地检署入令3万至10万不等交保候团。宜兰县政府乡镇公所一直出现贪渎案件，最近廉政形象受到严重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召开临时会审议行政院版本的月一甲条例修正案哦。立委要求审查的过程要公开透明，全程要录音录影。毛立委建议讲，重大经济法要去月一甲进前哦，应该要先没收所有的犯罪所得。
台警反移保防核准去外役监服刑，引起舆论的批评，也互肯定立法院将近1年的外役监条例修正草案，总算搁再有进展。矫正署长周惠宏20嘛出席立法院临时会。我们部长会统一说明啦，我们都有提供相关的资料给部长那边啦。身为矫正机关最高首长，对提问煞无愿意正面回应。不过外役监的人选一再发生争议，就互人质疑是审查有缺失，替有权有势的人伫开后门。有立委认为爱修法防止特权。重大的经济犯罪，这个犯罪所得超过5000万以上，有33位在外役监里面，其中只有9位缴回犯罪所得。受害人申请外役监为人选到审查，一再对外保守秘密，外界拢无法度知影。哪位建议审查时阵录影录音？立委是持保留的态度，讲惊会引起变相轻视。一定要全程的录音、录影公开，最好是就直接线上直播嘛。以后我这些委员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好像我为了特权给他这样的权利让他进去。针对申请资格，行政院办的外役监条例修法，加严条件，为原来刑期执行2个月提高到1/3，排除犯10年以上重罪等等。不过各党立委也是有无同的意见，另外提出24案，伫院会上激烈辩论，看来要达成共识，是不是会当伫临时会通过，也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索马利兰驻台湾代表处的代表穆姆德，互指控恶质甲台湾员工洗头路，对员工防性骚扰嘛拢无要处理。受害人开记者会指控，要求外交部应该爱介入处理。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支持受害人提出告诉。我持续的拒绝，后来他直接张开双臂把我抱进怀里，并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会想你的。”当下觉得非常恶心。想到伫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工作时阵遭受到不当的对待，A 小姐伊讲话还佫会错，因为毋但去予职员性骚扰，还佫去予驻台代表穆姆德的恶意欺压，还佫有不当的解雇。A 小姐伊报警煞无得到善待，方认为讲这个干那夹破，这是代表祝福。从恶意来解雇了后，代表处甚至佫无愿意付伊资遣费。现在是21世纪，难道外交礼仪比人权更重要吗？外交豁免的借口不能够成为伤害国人劳动权益的宝剑。台北市议员张书光伊讲。索马利兰代表处是真歹打，伫咧97个网站顶悬嘛有负评，涉嫌着性骚扰的姓穆的职员，伊当日经贸组的组长，说是摕学生签证来台湾，要求外交部就要查各驻台代表处的拥护关系。去年收到这些相关的讯息之后，我们也对当事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和关心。我们也全力支持他提出法律的这个诉讼，来确保当事人的这个权益。外交部长吴钊燮伊表示讲，法律的定书内底无方便加做什么评论，不过保障咱国人的权益这件代志，这是唔免犹豫的。A 小姐伊是强调讲，希望外交部会当来正视穆姆德伊对台籍员工无适当的行为，宣布讲伊是无受到欢迎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今仔明仔载2天会伫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草案要禁止校长也是教职员的师生恋。部长潘文忠是强调讲，未成年全面禁止，成年会看敢有权势关系。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讲，关了上过头路，为违反宪法的疑虑。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要禁止成年的学生甲老师谈恋爱，这个规定敢算是官上济咧？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就问教育部长潘文忠，若准2个人互相意爱，国家使用公权力干涉私人的生活，恐惊有违反宪法的记录。这个法律考虑的是性别的平等，是身体的自主权，而不是你刚刚讲的已经超越了这个范畴了。敢讲自由恋爱嘛会犯法？郑丽文认为性骚扰甲性侵害的定义拢真清楚，无需要伫性平法搁去禁止师生谈恋爱。
案破文中是买回讲，毋是要禁止人自由恋爱，是要阻挡利用权势违反教育专业伦理的关系。因为目前调查的大专院校性平案件都有26件。老师跟学生自由恋爱是一回事，可是他借由职务产生了对于其他同学有任何不公平的影响，这个也我们要重视啊。这个不是只有罗曼蒂克的问题啦。为1806年到1811年为止，学校性平通报案逐年拢在增加，性骚扰为5100多件，遥悬到要12000件。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表示，目前的性平制度无优先，大部分的受害者亚康拢是黄名叶姓，想要查清楚是真困难。他有求学的压力，或者是在这么多人关切的当下，他晋升了。特别对吹哨者保障有提出，而且对受害者的保护有更多元，还有支持。教育部表示，这届修法要甲本地防护机制保护更较集中。以学生去见习来讲，都会评估甲相关的指导人员立即规范。不过详细流程佮有续落的调查，会照这2天委员会佮有调查立委的结论来规划。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再来看，行政院提出性骚扰防治3法修正草案，高雄有妇女团体就指出讲，咱国内员工的人数无超过30人的中小企业是占所有企业的9成，也毋过目前只规定讲30个人以上的公司才需要有性骚扰防治的措施，所以要求政府应该趁这届修法的时，做回来做检讨。中小企业政府调查。妇女团体爱政府重视性骚扰防治3法修正草案遗留的部分，学者指出，现行性工法敢若规范30人以上的单位爱建立性骚扰防治的规范。不过，国内企业到2021年的年底，无满30人的企业占9成以上，伫个30人以下公司做工课的员工，嘛占全体受雇者比例超过4成，大约有450万的人，也就是讲，这个人拢无纳入到性工法的保障范围。这么多的中小企业，有些只有5人啊，有些只有10人以下，那他如何去进行这么复杂的调查程序？包含申诉管道的健全，然后如何保护被害者，雇主应该要去学习，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管道跟资讯可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妇女团体呼吁修法的时阵，甲30人以下中小企业由政府来介入，爱成立第3公正单位来调查，还有职场性骚扰的行为嘛，应该有行政罚款这2项诉求。因为协会发现，中小企业的一场当中有3成4是同事可能性骚扰，不过修法的草案却敢若加重着雇主的罚金，涵盖的面向无够。希望说政府能够比较全面性的去检视目前的一个法规制度的问题。那么仓促立法，然后以目前修正草案这样，我们是真的抱持蛮悲观的一个态度。对着修法协会讲，真正是有点仔悲观，建议政府加为被害人的角度来思考，嘛应该要注意，这调查人员培训，才会当伫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有足够的人才来协助。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最近温度真热热，苗栗南投甲嘉义等所在拢传出讲有农民着山不幸过身。卫生福利部的统计，这个月到7月15，就因为热伤害就医的人数就有470个人哦。国健署嘛提醒农民做事就要特别注意，要做好保护，嘛要加啉一寡水。7月23就是24节气的大暑，大暑前后几天通常是一冬内底上热的时阵。有科学家也指出，今年是10万年来上热的一年。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到7月15为止，因为热伤害去确诊的就470人次，是去年同期 1.6 倍。医师也提醒，伫高温的环境做事，得爱特别注意热伤害镜头。痉挛、水肿，甚至就是没有办法呼吸，心跳正常，心跳即使变得很快，也没有办法呼吸正常啊，昏厥，到最后高温40度以上，那死亡率非常的高。各地陆续传出有农民着山死亡，有农民也分享要安怎预防热伤害。除了规身躯包甲安，随时补充水分，若分享卡输着山，要安怎处理？早一点工作，差不多8点左8、9点就休息了。下午差不多2点半以后再出去，做到晚一点。就说就是读个小可公共的，要紧转去啊，紧去回去就是先洗澡洗一洗，就是给医生看的。预防热伤害，国健署就提醒农民要做好防晒措施，加啉水，避免早起10点到下晡2点来做事，要注意家己身体的状况。记者柯家选郑俊佑台北报道。
再来看今年的第5号风台杜苏芮特别形成咯。气象局表示讲，今仔透早2点，菲律宾东方海面已经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预估上紧明仔载就可能会变做是风台。伊的外围环流可能会对后礼拜一开始会影响台湾，也毋过因为目前各国预测是个差真济，所以嘛爱去观察。最近这几日啦，全台湾拢是侪云到好天，民众嘛拢把握好天气出外去行行咧。不过气象局表示，这款的好天气伫后礼拜就会开始变天。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今天清晨2点新形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的话，它有机会在明天就形成今年编号第5号台风杜苏芮。路径的话，大概会比较朝偏西的方向往吕宋岛这边行进。下周要注意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目前风台杜苏芮若是形成了后，会行对倒位去，各国的预测拢无啥同。气象局表示，预测的走向还阁无解确定，需要时间来观察。主要的关键点要看在礼拜天到下礼拜一这段时间，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如果说它到时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减弱的状况的话，它其实别转的分量会比较大。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太平洋高压是未来是逐渐增强的，偏西北的方向通过吕宋岛这边几率是最高的。气象局嘛提醒民众，未来3天落雨的机会无介大，水汽会渐渐减少。不过嘛是要注意过道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部分地区高温可能嘛会到36度。提醒民众要补充水分，预防着沙。另外，恒春半岛嘛有可能会起长影，需要特别注意。记者蔡嘉欣、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台东机场的4号位后，有装真侪反光光镜，也毋过最近就有人发现讲，规排大约20支的反光镜，有真侪枪支空哦。附近的民众是讲，暗时拢会听到亲像是空气枪的声，可能是有人伫遐试枪。台东县警方也表示讲，因会来加强巡逻。国军特别展开汉光演习，最近伫台东演练顶用民用机场提供军机加油挂大期间，吸引大批军事迷到机场维修边看战斗机。也毋过，伫军事迷聚集所在，有民众发现路边的道路反光镜，镜面有几下个圆形落落去，也有风拍探过去像枪支孔。附近居民讲，常听到疑似空气枪开枪的声音，拢做反光镜开枪。哦，这坐解的，这自进就拍到烂好哟。也没办法。实际到台东机场东边的大路，规排会当讲20支反光镜，拢互拍甲密密麻麻。附近民众讲，亲像就这倒种北场，台东警方接到报案表示会加强巡逻。鉴于该区域位置偏僻，以强化巡逻密度，盘查可疑人车，遏止不法，查获4类滋事行为，并依法就办。大路反光镜是副作用路人，伫实地路口也是弯路顶视线不良道路，参考路况，避免烧龙。台东机场4号位龙电座，路面特定赛车也是骑车出入。官府甲市公所都设置数十支反光镜，一支作业办法，官府已经报警处理，一旦查出破坏民众，会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市区有真侪旧厝在登起，也毋过纠纷嘛是真侪。有立委就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修法，针对这种旧厝登起应该嘛要有定型化的契约，来保障住户甲建商的权益。另外，台北市嘛按算讲8月开始，这种旧厝登起的地动评估毋免搁重复审查，望过会当来加紧登起的速度。推动基大建议旧厝重建也是袂使疏忽的一层，毋过住户甲建商纠纷真济，有民众出来指控，伫旧厝配合建商途经，却因为资讯无平等，建商加工无法申请永久奖励，致使家己的权益严重损失。我爸爸问他说：“我们这个劳合街的房子符不符合奖励容积危老啊？可不可以申请啊？”基于资讯不对称，就谎称说几乎没有。我爸妈的土地就这样被免费稀释了，损失高达1亿。如果没有这样机制啊，这可能就是一个万年的合约。只有乙方一般讲是在规范建商啊，乙方才可以解约啊，甲方是不能解约的。那这个显然是很不公平的条文。律师表示，目前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无定型化契约，致使民众甲建商签订契约的时阵，往往无法度看出是毋是有陷阱。立委辜显智直接指出，
途径无法度推动，都是因为民众无法度信赖厂商。定型化契约，然后把这个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可以约定好，那大家都有一个可预测性。行政院应该是要赶快去努力，把这个定型化契约条款可以把它定出来。区贤智表示，危险牢固建物的中间利益正大，要有保护机制，才会当尽量避免纠纷。台北市政府为了加速危险牢固建物的重建，修正通过台北市危险加牢固建筑物加速重建办法，预定8月初一开始。危险牢固建物的重建，耐震评估唔免阁复审，所以会加紧这个时间。另外，增设电梯补助金加到300万。中正区翠宽明路4栋都是头一件核准案，目前等待施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有病人的家属因为申请巴氏量表无通过，对医师起卡动手。有中人团体甲医师就建议讲，社会责任化，政府应该放任家属移工的规定，来减轻民众照顾时代、照顾囡仔压力。查甫人火气真大，汹涌甲医师起卡动手，受到惊吓医师讲要报警提告。这是5月伫三总发生，病患的家属要申请巴氏量表，要来申请家属移工，因为评估的资格无下，遭受到拒绝，甲医师起卡动手的事件，随后引起申请条件是毋是要放松人的讨论。一些团体跟一些委员都一直讲说，我们的移工要适度的休息既然是评估24小时有人照顾才可以请的话，我请一个移工来，是不是说顾24小时了？建议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申请条件应该松绑。如果你要维持用这个点数跟小孩子来做计算的话，你应该把这个点数大幅降低。一场有关家属移工的议题伫公听会顶悬，中介团体分享动症者的家庭因辛苦甲难处，认为讲松绑申请的规定，适当来引入家属移工是有伊的必要性。医师认为讲，巴氏量表反映的是长照的问题，有专业性，应该都要交予第三方来评估。万一把你评得太过呢？以前也有医师因此而被调查、被警调、上铐或被带走的，用伪造文书罪的，很多人需要巴氏量表，那需要结果呢？这个缺口政府的政策补不上。事实上，医生他的本质在治疗，并不是在评估你的怎么样去做照顾。照顾的话，其实可以有一个比较专业的长照机构，或者是一个中立的评估机构来做负责。学者认为讲，对照香港、新加坡这个所在，家属移工政策是有较松透，只要若是有符合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家庭，就会当来聘用。现在台湾进入少子化、高龄化，合理来引入家属移工，提供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有囡仔防疫台的事件，新竹市有家长指控讲有幼儿园毋若违法以补习班的名义经营，老师佮甲囡仔拍甲规身躯拢是伤。新竹市的教育处是表示讲，已经要求这间补习班8月开始，袂当佮收幼儿园的囡仔。针对拍囡仔的部分，嘛已经调查完成，以上地检署侦办咯。妈妈很自责，没有好保护你。但是我努力的争取跟站出来，寻求大家的帮忙了。讲到伤心的所在，被害幼儿家长情绪失控，也出新竹市某私立幼儿园，以另外设补习班的方式，违法经营幼儿照顾业务，佮疑似涉及幼儿性暴力事件。根据囡仔讲的，只要反抗到规身躯互拍，一直到确定这名老师已经离开职务，才甲公处正常。很久之后，某一天，他又脱口而出：“妈妈，他对我做那件事情。”我们才惊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直接用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当下，被害幼儿家长控诉，自头到尾拢认为，互囡仔读的是幼儿园。所获业者用2面手法抹骗，后来才发现被告根本都无教保员，也是幼儿园教师的资格，只是工读生。专告中指出，台湾定传出违法经营幼儿园的案例，业者会以 A 名称立案补习班，佮以同款的 A 名称立案幼儿园，而且地址都设伫同一个所在，还是隔壁，互家长不未清楚。政府应该赶快去紧急的去彻查。
是不是有这种名称很近、位置又很近的列为高风险的关怀？我们全国有17747家补习班，但各县市政府负责补习班业务的总人数只有52个人，每一个人平均要稽查340家的补习班。刘伟呼吁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对短期补习班的稽查力度甲能力。新竹市府教育处表示，这间补习班学前部分已经处分8月起停止招生，佮依法裁罚10万，同时协助幼儿安置到其他的合法幼儿园。针对疑似涉及幼儿性暴力部分，教育处成立调查小组厘清真相，绝对袂轻放。这个案已经完成初步资料调查，佮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由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新型肝炎的患者大约有40万人哦。一般来讲，肝若出问题，一开始是肝发炎，续来肝硬化，最后会变做是肝癌。大约有3%到5%的病人哦，落尾恶化变做是肝癌。最近台师大甲高雄医学大学研究就发现讲，伫咱人胃肠内底有一种叫做 ISX 的基因，伊可能就是影响肝病变的关键。团队会继续来发展预防还是治疗的药物。台师大甲高医大合作，伫C型肝炎的研究有新的发现。过去讲的肝癌3部曲，肝炎、肝硬化，最后致使肝癌，原因并无清楚。团队即阵发现，人体当中有一种号做 ISX 的基因，平常时拢踮伫咧肠仔内底。若是病人的 ISX 基因表现有较活泼，会致使代谢甲免疫失调。核心蛋白它是一个结构性蛋白，那它最主要就是调控的下有很多的基因，那其中有一个基因是我们实验室特有的这个箱型基因 ISS。肝癌的产生到肝癌的转移，都是发现说 ISS 会有高度的表现，而且如果有这个 ISS 表现的话，它的病人的预后就是生存时间，整个预后会比较短。国内有40万人感染C肝，大约有3%到5%的患者会变做肝癌。C肝毋若无疫苗通治，现主时的药物也只会使甲发病的过程延迟尔。现在C肝的药物呢，基本上它是阻止了病毒的复制。但是呢，它只是延缓了肝癌的产生。那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呢，患者呢，他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比例呢是产生肝癌。团队表示，即阵发现病人对C肝发炎到肝癌 ，ISX 基因是关键的角色。未来希望通透过药物限制 ISX 基因，让C肝病人有更较好的治疗方式。记者龚定水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哦，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伫2当前目前生一个白色定定的物件，佮愈来愈大粒，这手术挂掉嘛是佮再发咯。台中营总进一步检查，就发现讲是一种真罕见血管纤维化的病变。以早是捌有大人有这款镜头，也毋过哦，伫囡仔身上发病，算是全球头一个。这个查甫囡仔的目睭皮内底出现白色一块一块，互目睭搁红搁肿，也搁感觉会点。伊的老母表示，2当前发现囡仔的目睭出问题，原底诊断是过敏，毋过经过手术甲治疗，也是一再发生同款的状况。镜子就翻一翻，就发现，哎呀，怎么右眼的下眼睑就长了这个白色的肿块的异物？对，那因为眼睑的这里的那个面积比较小，所以长的2块就是很明显。家长惊囡仔的视力会受到影响，才转去台中营总来治疗。经过切片检验，才确定是罕见的视床性白血球性血管中心纤维化病变。这是基因病变引起的免疫球囊靶 G4 相关的疾病。除了规身躯发炎、血管纤维化，若严重可能会引起器官衰竭，也会并发过敏等等的症头。院方表示，这款病理的表现目前敢若伫大人有少数的个案，若文献顶头也未看到儿童的病例。目前在学界的文献并没有说有关这方面的疾病在结膜的个案报道。那我们这个小朋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个案。那目前常见的是在唾液腺、肠胃道等等。那小朋友在眼睛部位的比例是相对高一点。医师表示，大人甲囡仔会伫无共所在出现纤维化、结规地情形。若免疫球囊靶 G4 相关的疾病，目前会当透过基因诊断，佮再加上生物制剂来治疗。提醒民众若是出现身躯顶有不明定定的所在，建议也是要赶紧就医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泰国国会选总理将第二届投票，前进党的党主席皮塔第二届参选哦，票数嘛是阁无过半。无比兼论话哦，泰国的宪法法庭嘛发出命令，宣布皮塔因为有伫媒体插股众议员的身份嘛先暂停。面笑笑较自信，进入泰国国会议场，前进党的党魁皮塔19第2遍挑战总理大位。เสนอชื่อบุคคลให้สภาพิจารณา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รับตำแหน่งหรือ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อนายพิธาลิ้มเจริญรัต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พรรค8พรรคร่วมเนี่ยยังยืนยันจุดเดิมนะครับที่จะเอาเสนอคุณพิธาก่อน不過就還未投票，泰國嘅憲法法庭就發命令，以皮塔疑似敢若有媒體股份來參選，暫停以眾議員嘅身份，一直到判決出來為止。以前政黨帶頭嘅八黨聯名，有關是推皮塔第2遍挑戰總理。不過議員因對皮塔是唔是當被第2遍提名意見無同，經過規工嘅辯論，尾下未投票表決結果，312票贊成，394票反對，8票棄權，比13第1遍342票支持也更加少。I won the election, I formed the coalition, and I got blocked by the appointed senates. It's about 40 million people who chose one system that was agreed upon, which is called election, and 250 appointed senators without any linkages to the people. 皮塔之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陣，就批評泰國軍方所任命嘅250席參議員，無重視人民嘅意見，也重申未改變修改修正模範君主罪憲法112條，所以和軍方加保守勢力投票反對。支持者伫咧國會外口示威，抗議皮塔議員嘅資格被暫停，有人家是這批等入去國會大門內面，要求參議員下台。皮塔之前就捌講，若這邊挑戰過失敗，會甲機會讓予維泰黨嘅總理候選人。維泰黨表示，會甲聯盟內面其他嘅政黨討論，必須喺咧國會後一邊開會，也就是27進前決定連選。維泰黨嘅賽塔有可能是聯盟嘅連選，60係賽塔為咗要選總理，4個則是了泰國上大嘅房地產公司嘅總裁，伊形象正親民，被看好會當解決泰國嘅經濟問題。看來是建制派可能會當接受嘅代替連選。泰國軍方是考慮要派公民力量嘅黨魁現任副總理普拉威做總理候選人，不過軍方喺咧5個國會大選則輸甲正淒慘，若是閣再做政府，恐驚會閣出現大規模嘅示威抗議。公司新聞陳慧玲、吳其昌編輯。再來看 AI 人工智慧的發展真緊，有人煩惱講會影響到國家安全。聯合國的安理會18喺紐約進行頭一場 AI 相關的正式討論。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特瑞斯就警告講AI 有可能造成全球的安全的風險哦。美國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嘛正在進行 AI 的相關聽證會。面對全球 AI 熱潮可能造成嘅大影響，聯合國安理會18喺紐約頭一屆針對 AI 嘅安全議題進行正式嘅討論。AI could aid the reckless quest fo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by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alike. But it could also help us stop proliferation. The malicious use of AI systems for terrorist, criminal, or state purposes could cause horrific levels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widespread trauma, and deep psychological damage on an unimaginable scale. 古特瑞斯示警 ，AI 可能對全球和平造成風險，希望各國愛做管控。不過，各大理事國對 AI 監管看法無同。美國認為無應該用 AI 審查鎮壓人民，不過中國是反對用 AI 尋求軍事霸權。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嘅小組委員會也喺18針對 AI 議題進行聽證會，也閣找 AI 業者出席。AI is China's Apollo proje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eply understands the potential for AI to disrupt warfare and is investing heavily to capitalize on the opportunity. 華為嘅 AI 公司創辦人亞歷山大王認為，若做美國未當喺 AI 方面得到勝利，都可能甲全球嘅技術領先地位，任何親像中國這種嘅戰略對手。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是煩惱，若做要制定暫停 AI 發展嘅國際法規，有可能會帶來更加大嘅風險。The CCP, if they win this competition or win the sort of AI component of this competition,
will likely use that technology for evil as a way of perfecting a repressive totalitarian surveillance state, as well as exporting that model around the world. 加拉格尔说明，中国宣示伫2030年将为 AI 领域的世界领导者，目标之一就是要把 AI 武器化。所以美国必须要伫 AI 投资发展这方面有更加好的处理，才当确保相关的监管规范会当由美国定义，毋是中国定义。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甲纽西兰做伙举办的女子世界杯卡球赛，今仔早起伫要开幕的前几点钟，纽西兰的奥克兰市中心发生枪杀案，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一个枪手嘛已经死亡。目前是认为这应该是恐怖攻击。穿装备的警察真紧往案发的现场刷动，迄当时过几点钟，非法女子世界杯卡球赛就要开幕。奥克兰市中心所传出枪声，造成死伤，受伤的人包括警察。警方将附近2个街区由封锁线，经车叫车赶去现场。 The shooter is also dead. There was no identified political or ideological motivation for the shooting and therefore no national security risk. Was the gun licensed? I'm not in a position to be, obviously at the moment the regime is not for gun licensing, it is for the individual to have a license, and police will be working to confirm details about whether the individual had a gun license or not. 澳洲甲纽西兰共同主办女子世界杯卡球赛全球注意，目前已经知影甲恐怖攻击无关系。当局表示会伫这个地区增派警力，开幕战由纽西兰压阵挪威。 The tournament will go on and tonight's game will be play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teams, as you'll be aware, who were staying in the immediate area. They are all safe and sound, and as the cordon moves in, they will go about the normal business of today for them. 20早起7点22分左右，警方协报奥克兰市中心有人开枪，枪手是男性，2过自动见着，佮往楼顶刷动，秘伫电梯先来。警方想要赶紧连开几枪了后，发现枪手已经死亡。大规模枪击案伫纽西兰并无常看。2019年基督城枪击案54了后，国家立法禁止半自动步枪甲突击步枪。公司新闻网为您编译。 再来看全球各地昨拢出现极端高温，中国北京连续27天气温拢超过35度，创23天来的新高。美国凤凰城连续19天温度嘛拢超过43.3度，嘛是49天来上热的纪录。伫意大利有未少所在拢超过40度，希腊嘛发生几10件的树林的火灾。 首都阿典附近是烧甲真厉害哦，包括罗马尼亚、佮意大利、佮法国，拢派消防队去斗相共拍火。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火砰砰多，乌烟呛上天。全国数十起森林野火，比较严重的拢集中伫雅典附近。雅典东南边的库瓦拉斯有几落10栋厝拢已经烧甲变火咯，2条国道嘛关起来。 民众紧的撤离，一直咧话讲，透死人都毋捌看过遮尔大的火。In 20 minutes, this fire went up the mountain and came down again. In 20 minutes. It'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seen such a thing. 包含罗马尼亚、意大利也有法国，拢出动消防队来救援。大风咧吹火愈大。 滨海的小镇路特奇嘛，紧命来撤离当地的当地参加夏令营的青儿的儿童。雅典以北差不多30公里，度假胜地德尔文诺霍利亚的附近，嘛有超过2800公顷的土地拢烧甲变火烧埔。南欧这场的热浪，互讲做是地狱火狗，伊的意思是讲对地狱内会喷火的恶魔狗。各地气温拢创下历史的新高。意大利有27个城市，有23个就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报。就连法国南边的阿尔卑斯山的初雪圣地，嘛出现破纪录的29度半的高温。气候变迁致使全球有3大洲。 当咧拄碰到拗翕的高温，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连续19天破纪录，是43度的高温，破49年来的纪录。当地马里科帕镇卫生部门嘛显示讲，伫咧7月头一礼拜就有12个人去热死，还佫有55个人死亡，亲像是拢甲高温有牵连。 They drink a lot of water, and then we're inside during the day.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re out walking and going to the park. So I guess we have to be vampires in this kind of weather. 伫咧亚洲的中国，
西边的沙漠已经有测到52度2的高温，这是历史以来上界悬的。北京嘛有连续27天气温超过35度，创下23年来的关纪录。At noon, it feels like the sun is roasting my legs. It feels like my skin is burning. It wasn't this hot before.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讲，热浪无较减弱的现象，提醒要注意全球暖化愈来愈热的影响，而且强度还佫会刷得愈强，就要替这个热甲会真棒的热浪来做好准备。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新北市的中和锦屏路甲安乐路口半个月来就发生2件死亡车祸。早起民间团体甲死者的家属伫车祸的地点开记者会，因呼吁交通部应该爱针对交通系统彻底检讨，嘛表示讲因会伫8月20到总统府头前游行，要来争取行人的路权。拒绝行人地狱，还我交通正义。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20早起伫新北市中和锦屏路甲安乐路口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重视系统性交通暴力。因为顶个月底，蔡亲生拄啊新婚的牵手，行伫锦屏路的行人穿越道，无想到69岁计程车驾驶弄一个死亡。伊认为肇事驾驶反应的能力无好，弄到人了后，若无停车，佫继续打油门。批评交通部建在伊开车是正式太人。所以我看到驾驶第一时间就觉得很无奈啊，他这个身体状况这样子的人还可以上路，然后再看警察给我看的影片之后，就觉得他反应是真的是很慢啊。另外，联盟成员也批评咱国的驾驶制度甲道路的设计改革对袂到道路伤亡的速度。敢若今年1月至4月，全国已经有70个行人伫路口死亡，比起去年同期增加25%。所以，呼吁交通部应该甲驾驶甲行人的车顶分开，避免人甲车冲突，而且嘛要为驾驶做管控，强化安全驾驶的观念。学开车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右边要右转几圈，左转几圈，倒车入库，我们是流于形式上的一种训练。我们需要把这些道安内化在驾驶人的心中。各个县市政府对人行设施，包括交通工程比如说行川线的退缩、行人专用实项的建制那我们也中央跟地方也一起来配合来进行。联盟搁再声明，交通改革袂当搁拖。准讲交通部提出新的做法，无礼让行人单罚6000块，啊，毋过好亲像效果无大。搁点名交通部甲警政单位，毋通搁以大执法来暗砍无效这个事实。呼吁各界爱做伙参加8月20的凯道行人路权大游行，支持交通改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伫年底进前要设100个行人专用的号志甲画过路线，也毋过有民众反映讲有一寡过路线画好，而且的台转区变甲真细格，有的甚至是设伫路中，是真危险。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有问题所在会来定位，也毋过嘛强调讲台转区的位置拢有经过评估，袂有安全的问题。台南市检讨过路设计，新设过路专用灯号画过路线，无想到公煞颠倒去刻着机车台转区的格仔甲画甲细格，民众拢感觉真奇怪。这个是还好啊，你也听靠手也听不几台，就感觉很奇怪，听也听不进去。对。这个台转区就画伫咧国华街甲中正路口，画甲连一只机车都停袂落去。原来是厂商咧画时，敢若照点仔加落去画，无甲画甲装啊落去。相关单位赶紧搁派人来定过，毋过有其他较大条的路口，嘛因为画过路线，赶快去刻着机车的台转区。可能施工厂商他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他针对地形的方式、地面的方式他有所误判所以他本身那个待转区隔，它是画在柏油路的部分事实上这部分我们已经有派工请他做修正，再往后做延伸。台南科工区进前嘛出现超大架机车台转区，一届会当停80只车单红灯。交通局解说，台转区是参考路的跨度来画，只有拍算伫年底进行完成100基的过路专用灯号，佮定位过路线。毋过市内车路本地就真矮，路口空间有限，若佮画2条过路线，恐惊就无空间来踩这的车红灯。市府强调，改善过路政策不变，为台转区嘛拢有经过详细考虑。也若要试办取消台转区的路段，目前也搁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县政府伫市区要翻修一间旧厝，改做文化艺廊，经费是对今年2月初来电动灾害补助拨落来的。也毋过，这栋旧厝并无因为电动受到损害，所以经费的来源有争议。审计室嘛有提出纠正咯。来到花莲市复兴街爱美酒店的后边，这栋建筑就是县政府用600多万修理的文化艺廊。不过修理经费是使用0206灾害捐款来修理的。地动了后，这栋建筑其实并无提报财损，即马提捐款来修理，敢有合理？花莲发生地震的时候，也真的涌入非常多的善心人士所捐的款项。那我们希望这些捐款的部分，一定要用在应该用的刀口上面。另外，这栋建筑敢若45年，不是列管危险建筑，嘛不是文化资产。审计师认为，用建材捐款修理不是财损公有建物，也无提出甲地动有关系，无符合灾防法第45条规定。花莲县政府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它都是用行政管道申请了一笔经费，然后呢，再去跟0206的这个灾款拿了一笔钱，它其实回避掉了中央的审查以及议会的监督。县政府文化局表示，建筑物本来是警察局的宿舍，2020年清查原有财产，发现无人大扫回收，内底梁条结构因为地动受损，爱修理，使用0206的捐款无问题。105年消防署有一个函释，只要捐款人没有指定用途，那他就可以连接到灾防法37条，针对公共建设的部分做灾后的重建。文化局讲已经向审计室提出说明，建筑物内部空间10多平，20年底可以用来做艺廊，展出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西螺往来虎尾甲云林高铁站一定会经过西螺溪寮1号桥，翻2栋外，总算伫7月初完工通车咯。云林县的港务处是表示讲，主要是因为进前疫情欠工，佮有建材弄起价，才会延长这么久哦。未来会依照契约要求厂商来甲因做处罚。经过2年外改建，西螺溪寮1号桥总算伫近期改建完工通车。因为这座桥是西螺虎尾两乡镇往返的重要干道，为2020年10月份开工改建，工期快递延宕，唔但引发民怨，对用路人嘛造成安全疑虑。这条路吼，那安尼起来吼，虽然有较好，拓宽了有对大家有较好啦，但是吼做了是也有较久啦。它延宕的工期60天左右，我们也依照契约来予以罚款，依罚款来做处分。那相关的责任我们都会依契约来做执行。港务处表示，受到疫情无价起价冲击，原本这个案起金额3500多万，对价到4000多万，但因造商的头家身体出状况，资金调度出问题，造成下包商艰难领袂到钱，工期才会持续延宕。另外，为着要避免近期文管府工程预算无够，嘛提出相关因应。我们也透过跟议会提报预算来追加预算来增加来解决说我们发包不出去的问题。比如我们这2年大概都会增加将近2-3成的一个预算。港务处就讲，受到原物料起价、人工欠缺等因素，真侪因造商因为成本增加赚了钱，嘛有因造商因此赚倒去。阮县内嘛几啊案大细工程，因此流标超过3届，后续只会当透过调整预算，互工程会当顺利发包。记者为你报道。来看台湾的同志团体今仔公布，咱国内同志伫工课场有拄到啥问题哦？调查发现讲，同志公开意愿甲职位有关系，有人是惊讲公开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工作生产，甚至会互刁难。调查嘛发现讲，只有1成的企业有提出对同志还是性别优先的措施。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婚权运动这几年来有进展。不过，同志的日常生活依然面对着不少挑战。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佮有彩虹边缘大平台协会进行网络调查，回收1307份有效的问卷，发现愿意向同事出轨人有 45.8%， 向主管有 28.9%， 更有 13% 的人完全无愿意出轨，主要是烦恼影响人际关系、生产惊逢刁难。学者认为，这种有特技的一场其实佫较歹举证。
我刁难你，那我用一些眼神互动等等，像这样一个情形造成不友善，如同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这个要怎么举证很困难。调查嘛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公司性别友善的气氛会影响是不是离职。无人因为性别的气质、甲打扮或者是性倾向受到无平等的对待。不过调查嘛发现，大约1%左右的企业一场对同志性别友善有明确的政策，或者是提供同志性别友善的教育训练。在目前呢，适应职场的环境，很多都是靠着自身的力量调试哦。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有超过50%以上的公司是没有任何的作为。为着要影响嘛，来鼓励企业打造更加同志友善的一场，热线甲大平台协会为今年开始推动，敢若是健康检查的友善指标，甲企业合作来调查，若符合友善精神的企业会得到认证，若阁有改善空间，是得到改善建议指南。记者林俊美、夏基文台北报道。来看听众桌球世界杯锦标赛冠军的比赛哦，咱台湾队的王启祥对上顶一届听学的金牌斯洛伐克的选手凯纳基，也毋过咱国的选手最后是以0比4输球摕到银牌，也毋过哦，这块银牌已经是王启祥伊个人目前为止上好的表现。咱台湾队伫这届哦是摕到一块金牌、一块银牌甲一块铜牌。听众桌球世锦赛上尾啊进行的是男单金牌战，7战4胜制，由世界听众桌球男单排名第4的台湾王凯祥对排第1的斯洛伐克凯纳基。第一局一开始时阵分数就加调的，凯纳基发球击球下3球，王凯祥无接到，比数变做7比10，凯纳基暂时领先。不过王凯祥无放弃，连续点2分大，看来就要入边啊。关键的时刻，王凯祥这球阁无接到，凯纳基欢喜甲压quyền摕到第一局。尾啊7比11、6比11，王凯祥阁再让出2局，伫边啊代表团一直给发声加油。到第4局，王凯祥3比7落后的时阵，全力进组，入到9比9平手。王凯祥所来攻击的火力阁较强，不过凯纳基防守甲正慢，上尾啊凯纳基这粒回击球，王凯祥无接到金牌赛啊。上面这战，王凯祥全力奋斗，摕到银牌，也是个人上好的成绩。成绩是还蛮满意的，而且一开始状况不好，然后就是调整了很久，对，就是我在比赛处理比较不好的地方。大家都发挥得很好，对，也超出预期的目标了，对。男团金牌啊，男单银牌跟铜牌，比较可惜是双打没有拿到牌。不过整体来讲，成绩还是很好的。世界听众桌球锦标赛，台湾队总共摕到1金1银1铜。伫颁奖典礼，4位选手做伙，这边摕到男单男双混双金牌斯洛伐克选手凯纳基是职业选手，捌拍过一般的世界比赛，世界排名前50。因为有戏啊，将转拍听众的比赛，一捌来过台湾3遍，公正享受比赛过程，也搁现场录一段中文。我评判好朋友太多了，中国人才配一样。比赛时阵是对手，比赛煞了是朋友。疫情解封了后，台湾第一遍办世界级的听众运动比赛顺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拜。